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叶牧师。4月19日，有条件交换跟无条件的爱。士师记11章28到31节。今天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罗马书8章31节。既然这样，我们该怎么说呢？只要上帝在我们这边，谁能敌对我们呢？面对高压力对决的时刻，人们总是抱着必胜或必死的决心。这时，人总会有极端的想法，然后就会有极端的做法。但是，这个结果真的跟这个决心这个极端的想法跟做法是有关系的吗？或者只是满足有限的人的发想，想激动上帝为我们有所作为呢？今天我们经文来到了很关键的耶弗他要面对亚门人，因为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弗他打发人说的话，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，他就经过基列和玛拿西，来到基列的米斯巴，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。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，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不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，就必归你，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。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样的场景，可以想象出当要出战之前，耶弗他其实压力是很大的。或许过去的种种来自于不公平的对待，人对他的期待，希望他一战就能够成名，一战就可以奠定人对他的这个期许或者是看待。所以我们看到他有很大的压力，以至于他竟然许起愿来对神许愿。应该这样说，就是交换简单讲是这样。如果我们想，这个好像很耳熟，似曾相识，不是吗？我们好像曾经在创世纪吧，对吧？雅各在伯特利许愿的时候，他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路上保护我，使我平平安安回我父家，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必作为神的殿，并将11献给神。这个听起来真的很像是跟神交换好像神是需要我们跟他有所交换，他才会为我们来办事，才会来成就，是吗？就是这个语法是神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我想其实这种许愿，向神的许愿应该是不恰当的。我们是神救赎回来的，其实我们整个人都是神的，是吗？所以我们如果为了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，想要摇动神的手，想要神按照我们的这个心愿，而表明主你可不可以听我说？主我真的很需要，我需要这一战能够赢，我这一战赢了，我就 OK 了。好像这样子的许愿，其实对神是一个应该是
对神不公平的，甚至于冒犯神的。既然神的灵已经降临在耶弗他的身上，神的灵已经降临在我们身上，神应许必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真的以为神不在乎我们即将面对的这个征战，或者是战役，或者是很关键的这个事情的结果，我们需要跟神用我们原是属于他的这整个人来交换吗？那么我们好像把我们的神看小了，把我们的神看得很功利。恳求神赦免我们，人非常有限，总是想要用我们的方式，好像可以来荣耀主，好像可以来达到可以容神一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或许我们人会一时激动，或者是觉得这是我能做的，但好不好，这是我们能做神要求的。神要我们是献为活祭。活祭的意思是说，不是我们用我们的生命，乃是神要的是我们的意志力，要的是我们整个人的情感思想，我们的身体。我们可以来荣耀神，但神不要人献那个生命，因为这个跟迦南人的风俗是有关的，这不是神要的。我们记得吗？其实从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已经讲得非常清楚，他是耶和华以勒，他哪里需要我们许这个愿望，好像要偿还神。神要的不是我们回报，乃是要我们回应他，因为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是一个邀请，使我们可以有跟神一样的连结同工，有机会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像神，我们可以来荣耀神，我们可以真的心意更新变化来顺服神，而不是用我们的想法，或者是被当时候的风俗文化宗教的影响。我们表明神对他的感恩，神要的是我们的心。恳求主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在那个高压力之下，我们没有被打回原形。如果我们来稍微看一下，耶弗他应该是一个受伤的灵，从在妓女出生的他，总有那一份不完全，没有办法完全接受无条件的爱，而这位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是无条件，不需要用交换。可能耶弗他还不能明白，因为他的母亲继母对他的妓女对他的影响，妓女或许在他的价值观里面是有所谓的交换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，我们是属他的人，他为我们死，我们为主而活，而神要求我们的不是回报，乃是回应。我们怎么回应他在我们身上的使命，为的是我们好，为的是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意义，不是神需要我们怎样的回报他才能够达到荣耀他的名，不是。恳求主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、神的
所爱的儿女。我们安心被神无条件的爱，收起我们的有条件交换。让神好好来爱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就是无条件的爱。不管我们出生，我们过去经历什么事，不管我们现在形体，我们的内心多么的跟别人不一样，或许在别人眼中我们是缺陷，我们是被看不起眼的，但是主啊，在你眼中，我们是你的宝贝儿女，我们是你眼中宝贝的。主，谢谢你，你用你的爱来爱我们，你先爱我们，以致我们可以彼此相爱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今天我们要活出主的爱，荣神益人。我们明天见。